巴爾幹半島14天，呢個行程比較特別。多倫多咧冇乜旅行社做過，因為比較難安排，機票實在太難攞啊！以前咧加航咧有直飛去 Bucharest 嘅，咁而家咧取消咗啦，能夠飛去 Bucharest 嘅飛機係非常之少，再加上團體機位一攞40幾張嘅話咧係好難嘅，一年咧唔能夠做到好多團噶啦。我哋呢個係8個國家，我哋係經過歐洲轉機去羅馬尼亞嘅，一路順序玩保加利亞、黑山共和國、馬其頓、阿爾巴尼亞、克羅地亞、斯洛文尼亞，又經過意大利嘅威尼斯就翻多倫多。我哋由布加勒斯特入羅馬尼亞嘅首都，一路玩落去 Sofia， 跟住 Skopje、Buva、Dubrovnik、Split、Zagreb， 一路 Lake Bled 到威尼斯嘅一個順序咁玩嘅。前半段車程比較長，因為係唔係好多高速公路，有啲係走山路，但係後邊咧越玩越舒服啦。因為沿住亞得里海係非常之風景漂亮嘅。但係咧意大利咧，我哋係純粹住一晚，我哋唔玩意大利嘅噃。再喺威尼斯咧，我哋揀一間好靚嘅酒店，我自己好中意一間嘅酒店。14日唔係晚晚都住5星級酒店，其他全部係4星酒店。當然啦，4星酒店咧舒服、乾淨、企理係絕對冇問題嘅。我都揀過晒啲酒店噶啦，亦都唔錯嘅。當然啦，5星級咧就豪華啲噶啦。我哋行程咧早餐一定喺酒店裏邊食自助餐噶啦。咁中午飯或者晚飯有3道菜嘅西餐或者自助餐，唔會話俾大家食呢個中餐。我哋要求比較高少少，所以我哋全部食西餐嘅。呢個巴爾幹半島嘅團咧，因為當地咧好少有廣東話或者中文嘅導遊，所以我全部請晒當地嘅導遊，係全部講英文嘅。大家見到羅馬尼亞首都布加勒斯特，佢嘅建築物咧比較係宏偉建築，康莊大道、凱旋門，哇！布加勒斯特嘅國會，全世界最大嘅國會大廈，比美國嗰啲更加大，幾搶眼嘅。我又住2晚 Bucharest， 其中一晚咧，我哋會去一間好有名嘅啤酒屋去品嘗呢個豐富晚餐同埋欣賞民族舞。我哋有2個城堡參觀嘅，呢個係好靚嘅霹靂城堡，另一個咧就係比較遠少少嘅吸血僵屍城堡啊！喺呢個地方咧拍呢個吸血僵屍嘅電影嘅，所以非常之有名啊！咁呢個城堡咧好獨特嘅，喺個小山坡上高，之後咧就會坐車一路順序去玩，經過保加利亞嘅首都 Sofia 索菲亞新嘅城市，咁亦都咧佢嘅古舊建築亦都會有，咁同樣亦都有比較新嘅建築。呢個係全世界最大嘅東正教教堂亞歷山大大教堂，裏邊嘅馬賽克模式石頭砌出嚟嘅壁畫係好靚。Sofia 嘅建築物咧好多係俄國色彩比較重嘅，因為曾幾何時咧保加利亞都係俾俄羅斯統治嗰段時間。喺個 Sofia 嘅郊區，我哋會繼續坐車咧就經過里拉修道院。呢個修道院咧係世界文化遺產嚟嘅，好值得欣賞，好靚嘅。我哋亦都會有個local guide 幫大家介紹嘅。里拉修道院咧壁畫好靚嘅，值得欣賞嘅。跟住咧我哋去到馬其頓嘅首都 Skopje， 係新嘅首都，因為馬其頓呢個國家都唔係好耐歷史，好多建築物咧好宏偉壯觀嚇，喺羅馬色彩嘅建築物，或者我哋叫新古典主義嘅建築物，全部係新建嘅。喺呢條河兩岸咧，好多呢個建築物都係新建嘅，咁但係都幾靚嘅喎。馬其頓呢個國家咧，用亞歷山大大帝咧做標誌啦。無論咧馬其頓又好，希臘都好咧，都相信佢嘅祖先咧亞歷山大大帝咧南征北伐。另一個比較有名嘅代表呢個馬其頓嘅人咧，就係德蘭修女啦。呢個係馬其頓嘅一個好出名嘅建築物。另一個咧聖潘提雷蒙教堂喺郊區，好特別就係裏邊一幅壁畫好有名，佢係畫幅喺呢個牆壁上高嘅，所以我哋叫濕壁畫。呢個係奧克德古城啦，呢個古城咧好細嘅啫，但係你係世界文化遺產，亦都係自然文化遺產。除咗參觀之外咧，仲會喺呢個地方住一晚，5星級海邊嘅度假式嘅酒店，好靚嚇。呢條街道咧好多屋仔，以前咧土耳其奧圖曼帝國佔領嘅時候咧留低落嚟。我哋再嚟到呢個阿爾巴尼亞首府地拉那。阿爾巴尼亞咧以前係共產國家啦，好神秘嘅。你見到支國旗咧都係黑色嘅鷹，大家都想睇下面紗下低係咩樣嘅。咁我哋咧會喺度參觀下個首府，食餐晏晝飯。阿爾巴尼亞咧係回教國家嚟嘅，見到好多清真寺，比較特別少少，同歐洲咧有少少唔一樣。離開阿爾巴尼亞之後咧，一路沿住海邊走啦。首先咧見到呢個 Kotor 地中海一個小鎮嚟嘅，風景係特別靚嘅，好優雅。Kotor 咧我哋喺山腳下低咧就有呢個古城行啦，風景非常之靚。另一個城市喺附近咧，Buva亦都係海邊嚟嘅，幾十公里路嘅啫相差，咁亦都好靚嘅。跟住我哋再沿路海邊去咧，就去到 Dubrovnik 啦，亞得里亞嘅明珠，非常之靚嘅一個城市嚟嘅。Dubrovnik係我自好中意個城市嚟嘅。呢個 Dubrovnik我住喺雖然喺自己側邊郊區，但係一間5星級酒店，有私家海灘添㗎，好靚嘅。我自好中意間酒店。你唔遊海灘都好，呢個酒店有泳池嘅，淨係個景都殺食啦，望住咁靚個海灘，兩邊個海都望得到喎。呢間酒店咧雖然比較舊，但係環境啊個氣氛咧，你係有錢都買唔到啊。因為新嘅
酒店邊可能起得咁有氣派，佔好咁多 location 咧？望到兩邊個海喎。杜邦尼咧，你見到一個城牆圍繞住嘅，十幾廿年前咧就杜邦尼俾人炸到爛到不得了，而家維修翻，大家係有機會上到古城牆咧，望翻整個杜邦尼嘅古城，好靚。我哋咧亦都會有行入去裏邊參觀嘅，有導遊咧幫大家介紹下。之後咧，我哋喺古城裏邊食餐晏晝，跟住咧我哋會去到 Split 同埋附近 Torquay 又係雙城遊啊。今次咧我哋就住喺兩個城市嘅側邊，一間唔錯嘅4星級酒店住2晚。我哋咧亦都有 walking tour 入去參觀嘅，幾他條下，一日2個城市，交通又唔係好長車程。跟住咧個好精彩啦，16湖國家公園啊，16個湖組成嘅，係克羅地亞其中一個非常之有名嘅旅遊景點，我哋叫做歐洲嘅九寨溝，好多瀑布，好多湖泊。我哋仲喺呢個國家公園裏邊咧食個晏晝餐，食呢個烤乳豬啊！呢個乳豬咧同我中國乳豬唔一樣啦，但係咧就好好味，都係好味嘅。另一個我非常之中意一個旅遊景點係斯洛文尼亞靚得好交關一個湖啊，碧湖啊 Lake Brac。我哋咧喺碧湖有機會坐一啲搖船，呢個搖橹，好似威尼斯咁樣啦。當然係大價少少啦，坐10幾個人嘅，一日搖下搖下冇摩打嘅，全部咧冇機動，所以好寧靜。搖到呢個聖史提芬島睇下呢個教堂先上去參觀。另外咧喺碧湖側邊咧有一個城堡啊，據講咧當時南斯拉夫總統鐵托咧佢個辦公室喺呢個地方嚇。跟住咧我哋會坐呢個小火車進入呢個歐洲第2大嘅溶洞，因為行入去咧行好遠嘅，跟住個導遊咧一路行參觀。個溶洞好靚嘅，千奇百怪嘅形狀都會有嘅。你見到頂咧好多一條條好似米粉咁樣，幾得意。跟住咧我哋會其中一晚係沙格勒布，我哋住個 Westin 酒店。咁有扎格勒布咧係一個好出名嘅領呔嘅發源地。喺扎格勒布我哋有市內觀光嘅，食嘅嘢亦都唔錯嘅。近住海邊咧當然好多海產出產啦，甚至有機會大家試下當地嘅特色嘢啦。